好，来继续来看苗栗的市区，昨暗8点外有2个歹徒来抢金仔店。这个人先拿这个铁锤甲玻璃窗甲卡互破，抢走着11两大约60万的金仔，然后坐另外一个嫌犯的机车爬咧路。警方认为讲，这个歹徒可能有地缘的关系，有先看过路线，即摆是调这个监视器，要追出这2个歹徒。 用钢锤喊破金仔店的玻璃，头铁白色安全帽的歹人，伸手暝袋内底金仔。伫咧路边，阁有一个人伫咧看头看尾，因抢金头的时间无到1分钟，尾仔就走到无看影。监视器画面翕到，厝边头尾听到声音，从走出来看，嘛惊一条。速度很快，还有一条项链还掉在那边。我以为是车祸，车祸不是撞到玻璃就会碎掉，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 代志发生伫咧苗栗，头家算红抢走的金仔拢总14条，当11两，差不多有60万。针对作案歹徒的特征、交通工具、逃逸的路线全力调阅监视器。警察研判，这2个歹人可能对这路草真熟，因为金仔店虽然伫咧苗栗市区，不过过暗时8点，人个车队变真少，怀疑歹人可能事先已经看过这路线，即摆当伫咧调监视器，希望会当警戒抓起来。